今年度金岛社区选拔连续3天伫南投县进行实地评选，南投市永南社区的民众真好齐，伫风灾比赛、二小福利、老大人共餐、教学等等各方面表现拢真好，和评审的委员留下真好印象。我嘛讲会使为南投争取全国上好的荣誉。 看到图内底有真侪奖状和奖杯，会当感受到永南社区这几年发展社区工作成果。今年南投县拢总275个社区参加评鉴，由永南社区代表参加金岛县社区选拔，希望因的优秀表现会当替南投县摕到好成绩。你这段时间呢，紧锣密鼓了，我们整个社区都全部动起。第一摆评选的作业，永南社区无论是伫咧风灾、离小福利。 是大人教学，拢表现得不佳好。经由现场审查，评审委员嘛会大大肯定。所以我希望能够再多多的开发我们社区里面民众共同来投入社区的工作，担任志工。未来永南社区会继续做出创新，希望照因优秀表现，会让带动别的社区共同发展，让南投县会当拿来拿好。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